位伫东区富仁路这间丽珍锅烧意面，虽然店面无偌大，由一对介意煮食的少年人共同来创业。对去年3月开始营业，经过疫情，受到真侪人的支持，现在将要满一档，抱着感恩的心，因此煮面来请绿色朋友来吃。我们做这个店之外，就是希望可以帮助到需要帮助的人。然后今天可以办这个活动，其实很开心。那感谢里长啊，然后感谢卡多亚、河野茶饮，大家一起愿意赞助做这个活动，那让这个活动希望可以进行得很顺利。这样，今天就是休息，那就是请大家吃饭，希望大家吃得开心。透过里长洪孟富加你来志工帮忙，邀请专男你来给修理铺做伙到店内免费享用一碗烧乎乎的锅烧意面，并且结合你来一间卡多利的甜点，加野鹤饮料店共同来做爱心。丽珍锅烧意面来阮家一档尔但是伊就这个少年的这李先生伊非常有爱心啦，两个夫妻对咱这社里伊讲要回馈，虽然来一档尔就讲要回馈，我非常甲伊欢迎，非常感谢，所以阮尽量阮所有会当行政上的资源，阮都会当甲伊支援，甲伊支持啦。我也希望讲，他这个活动他每年都可以办的，可以办，然后把这个爱心呢把这个种子播出去，抛砖引玉原理来的在企业拢会当来做。这对少年头家利用店休群的时间，亲自煮面，邀请你来给修理铺同齐响应，不但给给修理铺提前欢乐过年，另外还有甜点、饮料等伴手。店长李伟表示，希望未来会用逐档来举办，并且发动多在店家共同来响应。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